杨林历代赵氏家谱由赵明雄先生协助介绍。2012-0108来自福建漳州，祖先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及其弟赵光义，各是宋太祖、宋太宗。台湾台南盐水欢雅有赵氏宗亲大家族。杨林历代赵氏家谱由赵明雄先生协助介绍。2012-0108来自福建漳州，祖先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及其弟赵光义，各是宋太祖、宋太宗。台湾台南盐水欢雅有赵氏宗亲大家族。
杨林历代赵氏家谱由赵明雄先生协助介绍。2012-0108来自福建漳州，祖先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及其弟赵光义，各是宋太祖、宋太宗。台湾台南盐水欢雅有赵氏宗亲大家族。福建漳州漳浦赵家宝、赵家成，号称小汴京，是仿照南宋临安城兴建于明朝时期的，居民是南宋赵氏皇族后裔。杨林历代赵氏家谱由赵明雄先生协助介绍。2012-0108来自福建漳州，祖先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及其弟赵光义，各是宋太祖、宋太宗。台湾台南盐水欢雅有赵氏宗亲大家族。福建漳州漳浦赵家宝、赵家成，号称小汴京，是仿照南宋临安城兴建于明朝时期的，居民是南宋赵氏皇族后裔。杨林历代赵氏家谱由赵明雄先生协助介绍。2012-0108来自福建漳州，祖先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及其弟赵光义，各是宋太祖、宋太宗。台湾台南盐水欢雅有赵氏宗亲大家族。福建漳州漳浦赵家宝、赵家成，号称小汴京，是仿照南宋临安城兴建于明朝时期的，居民是南宋赵氏皇族后裔。婚礼服装是全身白衣。
杨林历代赵氏家谱由赵明雄先生协助介绍。2012-0108来自福建漳州，祖先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及其弟赵光义，各是宋太祖、宋太宗。台湾台南盐水欢雅有赵氏宗亲大家族。福建漳州漳浦赵家宝、赵家成，号称小汴京，是仿照南宋临安城兴建于明朝时期的，居民是南宋赵氏皇族后裔，婚礼服装是全身白衣。杨林历代赵氏家谱由赵明雄先生协助介绍。2012-0108来自福建漳州，祖先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及其弟赵光义，各是宋太祖、宋太宗。台湾台南盐水欢雅有赵氏宗亲大家族。福建漳州漳浦赵家宝、赵家成，号称小汴京，是仿照南宋临安城兴建于明朝时期的，居民是南宋赵氏皇族后裔，婚礼服装是全身白衣。